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先开始，咱来看大甲妈今日半暝啊饭店对彰化市的天后宫起价回銮，彰化县长王惠美甲定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做回胡乱叫送价。按算明仔，马祖部就登去到大甲定南宫完成这摆9天8暝的西景行程。由定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甲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定送价，大甲妈今仔透早0点吉时一到，准时起价。现场遵守无放炮啊烟火，马祖乱桥正顺利的向前。过去马祖会乱拢是拄则到天后宫就随便起价，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国家有真侪警力管制，无发生抢救冲突。昨暗8点左右，马祖主家天后宫和信徒加将近4点钟的时间参拜。今年大甲妈了解，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往年变变桥的炮啊声有变较少。彰化县自治条例有规定，暗时10点到起长工6点袂用放烟火。今年各宫庙拢正配合，所以乱桥伫咧行的时阵，除了警察管制比啊声，就敢若民众的欢迎声尔。因为行程正顺势，透早2点半左右就进入台中市区，比往年早差不多3点钟，打破历年的纪录。大甲妈也伫咧明仔载登到大甲定南宫，结束9天8暝的了境。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内神通外鬼，兆丰银行一个姓赵的女银行员，涉嫌甲捌做过看厝买卖姓寇的前翁，还有5个地政师斗空，用假的买厝交易，3年来已经向银行诈骗贷款3亿外。银行发现怪怪，向检方检举，检方昨昏约谈17个人，姓赵的女银行员以30万交保，若姓寇的这个查甫人是方申请羁押禁见。挂虽然头无讲话，就是兆丰银行新店银行的女行员，伊涉嫌甲姓寇的前翁，还有5位地政师，伫2015年到2017年，用假的房屋买卖契约，向兆丰银行诈贷超过3亿，台北市调处10倍约谈17个人。来，走这边，走这边。检方调查发现，姓赵的女行员甲捌做房贷姓寇的前翁。自2015年开始坐湘北的中古厝，国家姓周的地政所强模灌水厝的成交价、有关贷款的金额，姓周的行员毋但是家己携带，也涉嫌诈贷炒房。检调也发现2人是无本地的炒房，其中有一间1250万的厝被灌水到1900万，结果摕来贷款。3年来诈贷超过3亿，24间厝被利用。银行发现了，向检调报案。目前有记录的列管个案总共26件，其中1半有按正常贷款，其他案件会做判赔加催缴停诉。兆丰银行讲，代志发生了，已经积极强化不动产鉴价系统，透过依法企图人为的判断，避免搁出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度租金补贴7月份会公告申请的办法。内政部讲，今仔日会开放2个申请的时段，而且补贴的名额会对资本6万户加1倍，增加到12万户。条件嘛会放零，互大家看会到嘛，食会到。来看《联合报》，总统府今仔日会公布29个监察委员提名人的名单，总统蔡英文嘛会提名陈菊做监察院长。副院长的人选是国民党前台东县长黄建庭，副院长的人选互外界错一条，总统府已经进行讲有影，若黄建庭有可能会互国民党撤销党籍，也是开除党籍。来看《苹果日报》，7大工业国甲欧盟共同发表声明，反对香港版的国安法。掩过中国的人大常委昨昏也是甲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境外势力列做4大罪。若香港版的国安法上紧伫明仔载会通过。来关心，之前有一对翁仔某伫孟加拉食头路，为着武汉肺炎了后，坐飞机转来咱台湾，因坐共一只飞行机，一个60多岁的查甫人，昨昏嘛互验出有治病。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双方无熟悉，若这个台商应该是伫孟加拉就去互围着啊。
最近为病假拉倒来台湾，确诊武汉肺炎的翁仔某，伫咧共一架班机座位头前的乘客，才被确诊防画到。疫情指挥中心下晡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那一团有13人啊，这一位是第3例确诊啊，这一位46，他是坐在445的那一排的前面一个。为飞行机顶座位图来看，靠窗仔门的是暗号第444是翁婿，靠骹路迄边的是暗号445是太太，坐伫咧太太正头前的是暗号第446，也就是新增加确诊60多岁的大兄。伊6月12为病假拉坐飞行机去马来西亚，再为马来西亚坐这帮倒来台湾的专机。指挥中心针对飞行机顶13个高风险的乘客采检，包括这对翁仔某甲这个大兄，拢总有3个人确诊。大兄敢有可能是去互这对翁仔某传染的？指挥中心表示，这对翁仔某伫咧上飞行机进前就出现症状，发病几夜天了后，才阁传染互别人的风险会降低。研判10被确诊的大兄伫咧病假啦，都已经防卫着。这2位444跟445的，他们从发病到搭机，但已经超过20天，那感染的几率当然是风险比较低。那这一位个案，他是说他在机场的期间，整个航程大概都是戴口罩。那当然在机上是需要如果是用餐的时候需要把口罩拿下来。那隔离衣的部分，他是说从孟加拉到那个马来西亚是有穿，但从马来西亚到台湾这一段是没有穿。因为台湾最近小连续3例境外移入确诊，拢是为病假拉倒来台湾。人伫咧病假拉的大兄是表示讲，病假拉的疫情确实已经失去控制。已经失控了，孟加拉已经失控了，完全这个传开了。那政府已经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来管制了。大兄指出，病假拉17个1日确诊的病例已经增加4000多例，累积总人数超过98000多例。即马大兄大家拢真惊吓，敢若会当家己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甲打嘛，伫要半冬啊，咱国内确定病例计共446例，有一个伫台大病院治疗，而且是到叶克膜用超过1个月、用上久的患者，昨昏伊医好啊，嘛对外表示讲，伊有影是真感谢台大病院救伊一命，甲伊对鬼门关救回来。坐伫咧轮椅顶悬，切代表终生的鸡卵糕。经过75天的住院治疗，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 A 先生会当顺利康复出院，对医疗团队有满满的感谢。我整个昏迷了，将近快30天。坦白讲，我也自己问我自己，我跑去哪边？其实这个答案来讲，我用比较轻松的好，可能是回火星上。今年50多岁的 A 先生是伫3月出现走目、筋肉无力、全身躯痛痛的状况。去病院就医的时阵，去互确诊得到武汉肺炎。因为治疗期间肺炎是快速恶化，4月初是接受插管治疗，4月初5转去台大病院救治。因为前后出现休克、低血氧的情形，互伊到33天的叶克膜，互去37天，收治伫加护病房47天，住院75天，是全台湾武汉肺炎的患者上悬的纪录。可以说，他就已经比较了，今次踏进鬼门关里面了，还是跟阎罗王这个拔河比赛，还是把他拉回来？这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经过积极抢救了后 ，A 先生伫5月初8甲叶克膜摕掉，而且伫5月11脱离呼吸器陪供成功，转去一般的病房。但是经过电脑断层甲肺功能的评估显示，患者伤病的气血有因为严重肺炎来引发纤维化的现象，而且肺部换气的功能是严重受损。陪供了后，需安排心肺的复健。心脏就是休克，肺部就是他血氧很差，所以要装到叶克膜。那其实肾脏是衰竭，所以需要洗肾。免疫系统驱动这种细胞风暴之后，它整个那个血液会朝向有点像凝血功能异常。根据台大病院统计，今年对1月23上治头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单，拢做上治17个患者，包括9个查甫人、8个查某人。年龄是介伫22岁到71岁之间，中位数是45岁。治疗过程当中有3个人并发呼吸衰竭的重症患者，目前所有患者拢已经出院回去厝，而且继续伫门诊追踪。记者综合报道。伫孟加拉为着武汉肺炎的翁仔某因讲白贼，讲因坐飞行机的时拢有穿防护衫，毋过吊监视看到无。经过调查，因为无老实，所以即马台中市卫生局要罚因15万。
这对自孟加拉返台的翁仔某，伫当地已经确诊短医治疗，翁婿二采阴性符合规定，加后至一采阴性也出院。伊无符合如话咱国民众确诊者返台条件，却会当登记返台。入境了后接受疫调，对监视专庭拢穿防护衫，无老实讲。18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将开发6至30万的罚款。昨天又跟中央去去了解，包括甚至他在国外的一些陈述等等的，在进来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事迹的时候，我们确定他就是有这个疫调的一个陈述不实的情形，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一点来对他做开罚，6到30万的一个罚款。台中市卫生局第17讲，这对翁仔某讲有穿防护衫是讲唔对，因为言语沟通落差无法，要么过当工刷大冰盘。卫生局以传染病防治法、疫调不时开发中远的转变。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机会备询时强调，这对翁仔某主要是面对疫调无诚实被开发，而唔是无穿防护衫。我们会开罚，要开罚，我们会开罚，为什么呢？因为不在于穿防护衣的部分，而在于他在接受疫调的过程当中没有诚实以告。以防疫相关法规，民众伫国外确诊者返台需要符合发病日，到登记至少2个月，而且症状已经消失，也是处伫2摆然后采检阴性则放行。也毋过并无明确规范，捌确诊者坐飞机需要全程穿防护衫。台中市长罗秀燕要呼吁中央，台中市目前有有1500人自国外返台了后，伫厝检疫中，中央卫生单位应该明确化规范，才会当落实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这几天啊，天气拢真热。昨昏伫高雄测到今年高雄嘉人的上高温37.6度，台北嘛有37.4度。今日甲明仔载同款上热，咱来看气象局的说明。台湾附近主要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那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情况之下呢，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对流也是比较抑制的，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比较高温的情况出现。所以明天的天气一样留意一下，紫外线指数比较偏高一点点哦。那气象局也有针对一些区域发布了高温灯号，还有橙色灯号呢去做提醒，会有一些比较高的温度出现，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以及这个南部地区，还有这个南投地区呢，都是会有一些36度，局部地区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形，甚至在花莲还是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这样子的温度哦，所以各地的温度比较偏高一点。下午的午后雷阵雨呢，比较集中在山区的部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零星的，所以天气大致上来说都是比较偏稳定一些。天气热，气象局今日继续针对花莲发布红色的高温灯号警示。台北还有南投依然是柑仔色的灯号，代表连续3天拢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6月21日夏至迄天会当看到天文机关日宽食，若无看到爱搁等195天。礼拜日迄天伫全台湾对下晡2点49分开始会当看到天狗假日，到4点10分到14分会当看到日宽食。提醒乡亲要看的时爱用合家甲专用的目镜，唔通用目睭直接看。政治消息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确定要派出陈其迈。那国民党这边即马是按等到24中常会才会正式公布人选。青蓝色的外套出现伫咧高雄市选委会，准备要领表，正做韩国瑜电影主角之一，嘛是高雄市前民政局局长周焕莹，决定加入高雄市长的补选。不过伊嘛讲，进前并无甲韩国瑜讲。我符合在地年轻有经验的社会期待。其实我内心对于这样认真服务的团队，没有办法把这个精神跟态度延续，我是不舍的。国民党上紧后礼拜3会决定定调的人选，上升表态是市议员李雅静，由共党的议员区义宪甲产业界的人士做伙开记者会，去访问到韩定赢的周焕莹，嘛要来竞争。伊讲会尊重党中央最后的决定。国民党人才济济有，我还是会尊重党中央的决定。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今天谁出现被征召，我们都会全力以赴。高雄市长补选剩无2个月，那赢还未决定人选。立赢的陈其迈18是最后一届参加行政议会，伊嘛甲大家告别，准备要加入选战。朱院长常常在讲说，人生的剧本已经写好，只是不能偷看。但是我相信，在我人生的剧本里面，各位的教诲啊，跟各位共事的这个经验，都绝对是我人生剧本里面最精彩的一页。
外口传讲，单机卖阵营选战的人事布局，到底要决定啊。共党籍的吴怡农、甲市议员高敏林，也佫有林志宏、甲时代力量黄捷，拢是团队热门的人选。按算即届的选战，会下党派来合作，寻求本土阵营的团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虽讲咱台湾疫情冻点，毋过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56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5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加1例，目前咱台湾病例数加强446例。中国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若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个国家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26万例，巴西超过978000例，俄罗斯超过56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30万例，西班牙超过292000例，意大利是238000例。中国北京疫情阁压起来，对6月11日较大，北京拢总有158病例，17一日就加21例。中国的官方即马针对北京有做出一个管制，毋过强调讲，这毋是封城。医护人员穿防护衫，伫咧布棚内底替民众做新冠病毒的采检。中国北京爆出新一波的疫情，为6月11到今，北京累计有158例确诊。17个一日，就有新增加101例。防疫的层级嘛，为第3级升做第2级，社区进入严格的管制。为着阻挡疫情扩开，北京宣布涉及有相关症状的人员，有甲新发地市场密切接触的人员，也有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拢禁止离开北京。加强社区村封闭式管理，恢复所有小区卡口设置，实行24小时值守，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但并不意味着封城。防控对象明确，划分范围严格，是对疫情风险人员的精准管控。官方强化出城的管制，嘛引发封城的议论。不过官员强调讲，严格管理并无代表封城，若是市民有需要，也是会当摕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来出城。本来都管控好了，忽然爆发一下，这样挺严重的，这一次。封的小区封闭啊，就是怕有确诊的阳性的那个，还没传染呢，还没传染，它是预防为主。伫咧北京发生第2波本土的疫情了后，河北、辽宁等等的省市就连续出现个案。天津市嘛伫咧14新增加1个确诊，不过依法病进前的14天，并无甲确诊的个案有接触史，也佫有出外史，所以感染的来源不明。相关的单位都要加强消毒甲管控，阻挡疫情扩开。也若北京伫咧18召开第2场的记者会，有专家表示，北京的疫情已经控制掉了，不过明仔载也是后日，要是会有个案出现。北京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明天后天相继还会有报告病例出现，那么这些报告的病例也都是对既往感染的病例的一个检测发现的过程，它不是新感染。新感染只是零星的。吴尊友嘛表示，伫咧新发地批发市场出现疫情了后，民众会当看菜色、甲果子的产地、甲供应市场敢是有安全。若是无疫情的情形，就会当放心啊食。不过要是爱注意卫生，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即马疫情转好嘛，按算伫月底要放零入境的限制，有4个国家疫情较稳定的国家会走大升，毋过那亲像无咱台湾。另外，法国甲香港的旅游景点即马嘛豆豆开放，香港的迪士尼昨昏开门做生意，吸引济游客。It is my pleasure to allow all of you to believe in magic and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Hong Kong Disneyland is reopened. 米老鼠伫咧小飞象的飞机顶头向大家下手，抑阁听到广东话的放送。伫咱5个月了，香港迪士尼乐园18重新开放，大人囡仔拢来耍。I think we've been taking this place for granted before, and now that we come back again, we feel like this is such a a precious moment that you never feel so treasured. It's a surprise for her today, so she's still in shock that we can come back to Disneyland today. 好開心，因為其實我都等咗幾個月，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年票嘅，之前成日都入嚟，隔咗幾個月咧，好掛住呢度，而家好似返咗屋企咁嘅感覺咯。遊客愛事先有效，寫健康聲明表，入口的所在攏有監管儀，民眾愛掛水罨，
4月拢有大水手，1个人举牌啊，提醒随时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拄开放大型的巡游表演暂停，看到米奇米妮的手，可能好像在粉丝真激动，也过爱小动的袂硬感染。虽然游客数量也无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也过有约的人真多，拜六甚至是满也变满。尽管互人期待，一个关已经3个月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25日重新开放，计划伫咧8月底要互营运全面恢复正常。We will open for 6 days just with the stairs, and after we will open with the lifts. 日本18日宣布月底要放定入境的限制。首相安倍晋三开防疫会议，决定来自已经稳定国家的商务人士做过新冠肺炎检测阴性，就符合入境的条件。日本即马伫咧协商的国家名单内面有泰国、越南、澳洲加纽西兰，不过台湾无在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17日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美国警察的暴力甲种族歧视这问题讨论，看要成立调查委员会。若美国这边并无派人去参加，敢若表示讲因当在处理相关的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7放一段影片，是去予警察逮伫阿马棍死亡的非裔查甫人弗洛伊德小弟菲洛尼斯录的，呼吁这个国际组织针对美国警察的暴力甲种族歧视的情形展开调查。You watched my brother die. That could have been me. I am my brother's keeper. You in the United Nations are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keepers in America, and you have the power to help us get justice for my brother George Floyd. 在非洲国家的要求之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7日日内瓦开紧急会议，讨论敢是对美国警察的暴力甲种族歧视成立调查委员会。会议会伫18继续进行。George Floyd's last words were,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officer. I can't breathe." I thank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for having heard these words of anguish as Mr. Floyd's life was being extinguished in front of our eyes. 美国2年前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道嘛无参与会议的讨论。美国驻日内瓦的大使布伦伯格发声明表示，美国当咧拍拼处理种族歧视的问题，而且针对警察的制度改革。Today's protests are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generations of pain and long struggles for equality. Too little has changed over too many years to seize the moment at long last to demand fundamental change and insist upon it. 另外一方面，贵局印美公司17日宣布讲，会停用旗下糖浆甲碰饼粉的品牌杰米玛阿姨，原因是因为这个品牌凸显种族的刻板印象。130年来，杰米玛阿姨的形象经过真侪遍的改动，煞嘛是受到批评。贵局表示会将品牌的标志摕掉，而且重新来改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中国的政治局常委杨洁篪17日夏威夷进行无对外开放的会谈，这是疫情发生到呾美国甲中国高层头一摆的会谈。也毋过会谈了无偌久，中国就宣布讲要继续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中国外交领导官员、中共政治局的常委杨洁篪17日美国夏威夷会面，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头一遍的美中高层会谈，互看做是要缓和美中最近紧张的关系。但是双方拢真低调，毋那是用闭门会谈，嘛无媒体做伙去。美国国务院会后嘛，敢若用新闻稿表示，蓬佩奥伫会中表达望双方会当建立商业安全甲外交互惠往来，而且疫情资讯透明，但是无讲到双方敢是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美国低调，但是中国外交部是专工发声明表示，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强调双方会谈有讲到台湾、香港甲新疆的议题，佮讲杨洁篪强调讲，世界敢若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袂当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美中关系政治基础。中方推进涉港国安立法坚信无变，反对七国集团外长对涉港议题发表声明。双方不愿意把这种类似自由落体或是悬崖边上的这么艰难的关系让它继续的走坏。
那么会面本身就有一个止血，或者说暂时不往坏的方向走的意义。我们台湾方面呢，一如往常的是，我们事先掌握相关的情形，与美方的沟通的管道非常的畅通，我们也会循例的请美方向我方进行这个简报。不过，在咧蓬佩奥甲杨洁篪会谈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维吾尔金款法案。温准政府制裁涉及压迫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中国官员，引起中国强烈不满，放话要停止干涉内政部队反制。会谈结束了后的几点钟，中国官媒新华社搁较报道，港版国安法已经提请18要召开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其中草案对防范、阻挡甲挺治发生伫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着国家安全等等4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甲相关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港版国安法上办7月初就会表决通过，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硬要杀硬渡香港版的国安法，引起香港人民的抗争。咱总统蔡英文是指示行政院爱成立专案小组，规划对香港民众的人道援助。陆委会昨嘛宣布讲，伊要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而且按算7月初1要正式运作。中国硬杀港版国安法，引起香港局势不稳。总统蔡英文指示，行政院组成专案小组，规划香港人道救援关怀行动专案。陆委会经过3礼拜建议，18宣布讲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设立正式对外的窗口，包括主任、副主任，7月初1正式营运。但是由上来做主任的职务，陆委会是保密到底。既有的法制架构已经够了，而且有它一定的弹性，所以采取专案管理的方式来进行。那至于这个办公室的人数，我就不便透露哈。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分3组，资讯服务组提供港人专程客制化就业就学的专案资讯、投资创业、移民定居专案资讯等等。专案管理组是协助香港人伫台湾投资、创业、专才、就业就学，而且主动关心香港人生活的情形。若是个案的安全甲自由受到紧急的危害，会提供必要的援助，报请行政院专案处理。行政事务组负责社群媒体联络管道。政府强调讲，用具体行动来替香港提出预算，但是对受到港府打压、上需要协助的香港人，但是因为证件去户口啊，选择用偷渡的方式来台湾，敢是会当得到同款的协助？我们基本上这个法律很清楚，它必须是合法入境的。我们的法律授权基本上是 support， 所以我们法律讲的是援助，不是救援。他一定要进入台湾，他有这个需要。但是香港人申请来台湾有国安风险，但民通表示已经有相关的准则来处理，而且强调讲，台湾和香港是援助，不是救援。办公室其中一支服务专线的后4码3199，代表台湾对香港的善意救救。对专案预估会当帮助偌济香港人，阁有预算的上限，但民通是低调无愿意讲。但是强调香港人来台湾，未采取集体安置是个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中国有关系，这是有3个中国国助理，若亲像去互中国高层买收，伫咱台湾做间谍，4个去探外交部陆委会开会记录，检方约谈10多人，一个姓林的中国国助理以10万块交保，有其他2个是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其中有一个防收押的助理是现任云林县长张丽仙，伊咧做立委的是伊的助理。张丽仙伊本人听到这件代志，嘛讲伊真意外。面对记者咧问，穿怀全普罗衫的林永达无加讲啥，赶紧离开遮。伊是加入去强谍案3个前国会助理之一。北检调查强谍案，查出单位人李玉涵、甲林永达3个人涉嫌伫咧2014年到2018年，甲中国高层行真晏，伫咧国会外交部、党政媒体记者之间吸收成员，想要发展组织，透过请食饭的方式，试探外交部、甲陆委会的证据，而且摕开会资料、甲人事等等机密的档案。其中，李玉涵是云林县长张丽仙做立委的时阵的助理。针对这点，张丽仙是感觉真意外。他是义务，完全没有在立法院做正式助理的一个登录。如果说开记者会的时候，他来帮忙，因为他是我们云林的乡亲嘛。国安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的，我希望我们司法单位勿忘勿重一定要严正办案。张丽仙表示，2个人已经几年无联络，而且李玉涵担任助理的期间，并无接触任何的法案。
涉案的3个人，李玉涵捌做张丽仙无薪水的助理，也若单位人正正是家己市副市长陈淑慧咧做立委的时阵的助理。另外，林永达除了是前立委陈进丁的助理，后来嘛甲单位人做伙做陈淑慧的助理。陈淑慧出来背回讲，对因无啥物印象。他们2个应该也就是在当时候就离开我的国会办公室了。没有太多的印象跟了解。针对2个前国民党立委的助理加入去这个案件，南洋呼吁讲要依法严格来办理。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人员啊，包括官员啊、助理啊，更应该要小心处理这些国家机密的文件啊。我们尊重司法。如果是这个机密资料提供调阅在特定的空间，那个也只有委员可以进去，助理也不能去看。林昌佐表示，无论是伫咧委员会召开机密的会议，或者是邀请官员私底下讨论重要的议题，助理拢未在场，避免敏感的证据流出去。也若3个前国会助理涉嫌犯国家安全法，会甲单位人李玉涵申请收押禁见。也若林永达是还阁有事情爱查清楚。以10万块交保候团，外交部是澄清讲，目前部会并无人去互约谈甲涉案。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艺人隋唐，为着要互囡仔了解身体的自主权，最近伊伫屏东的学校用绘本讲故事，互囡仔讲出家己受压迫的代志。因为伊伫面册分享这个使人心疼的故事，转互屏东县的教育处发新闻稿，主动对外背回，煞颠倒甲囡仔的温书拢压出来。屏东县长潘明安承认讲，县府做无好会严办。艺人隋唐读着绘本。蝴蝶一缕一缕的身影出现伫全台旧小学，15隋唐普文，15囡仔讲，当年来毋知几啊摆去互叫出去工寮侵犯，无明确讲出地点，也毋过屏东县教育局普文回应，却泄露细节，引起隋唐不满，回文反击，表示事实调查毋是揭发者的责任，公民拢应该揭发。两方面来去引起讨论。屏东县长潘明安承认是县府用词不当。个人认为这个新闻稿的内容呢，措辞不当，专业的能力这个有问题，这个我会要求呢来严惩相关的一些调查。隋唐借着读绘本来引导受到侵害囡仔主动要求帮助，效果真好，已经帮助20外个幼童。长期关心亲子教育的医师李嘉恩表示，其实每一个人只要多观察，拢会当帮助像这款米伫黑暗壁的幼童。我们要去报警啊，然后他就会说不行哦，报警的话，我们家就没爸爸，我们就没饭吃了，不可以报警。那有孩子就会有点偷偷的哭，那些你都要小心，他们可能就是隐藏的受害人。根据资料统计，平均每37分钟都可能有囡仔受到性侵，而且6成拢是熟悉人。透过通报机制，才会当让囡仔免得受害。如果知道了有孩子可能疑似受虐或者受到性侵、性猥亵，都可以通报113这个妇幼保护专线。专家也建议透过绘本，也是翁仔教导囡仔身体自主权，知影保护家己，主动求救。身体教育量早拍基础，佫可以当避免囡仔受到侵犯。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囡仔有关系，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案对今仔日开始要实施。根据警方的统计，这5年来囡仔犯罪犯案的案件，大部分拢是讲偷摕物件较济，无就是讲伤害占多数。所以有专家就认为讲，囡仔有这个行为，拢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较济，所以应该翻头去了解这囡仔家庭的状况。3名少年被警员抓出超商盘查真紧张，身上被发现有几啊张的提款卡甲假金铺，原来是互人指示想要盗领查达款。今日2018年被查获的诈欺车手案，年纪上细汉只有10岁。根据警方受理的儿童触法案件统计，近5年来已测到妨害性自主、伤害诈欺罪成上济。伫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案6月19正式上路，未来无满12岁儿童触法不再移送少年法庭。不过警方表示，接着报案由员到现场处理。儿童犯刑法的案类大概是倾向于比较单纯的当然有一些特殊跟重大暴力犯罪，是相对性的来的少数。少数法修正，关于希望避免儿童因为一时的行为偏差做唔到代志，被放大检视标签化，所以改由教育辅导处罚，引导儿童走向正路。
险过社会变迁、家庭结构改变，要如何避免儿童做出偏差行为，也是互有心人士利用。警乡少年关怀协会主任陈建军指出，预防儿童犯罪也是再犯关键在家庭。那我觉得家长是第一个是跟孩子最密切接触的单位。那家长其实，如果家长有这样的敏感度跟危机意识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寻找一些资源，像一些社工就可以提供一些协助，那就可以做好早期的预防。父母亲其实他也是需要被改变的对象之一，因为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因为亲子关系、亲子的互动跟夫妻还有家人的这些关系没有处理好，这个核心的一个作用力就在于夫妻或父母亲身上嘛。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教授陈水良认为，儿童偏差行为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建立良好家庭亲子关系和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记者综合报道。若有一寡囡仔是查甫，看起来是查甫的外观，毋过伊会做出一寡较女性的动作，无就是女性的形体，也毋过伊的行为看起来较查甫款，安尼有时伫学校内底就会互欺负甲歧视。去年立宪基金会有成立这款问题的一个性别暴力防治中心，一当来伊嘛发现讲，伫学校内底，因为这款性别的表现受人欺负的问题有影是真侪，毋过政府的资源根本无够。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找来粉笔灰，从里面丢，然后丢扫把，然后外面就一群男生把门反锁。讲到学生时代拄到校园霸凌的代志，林武辉也是印象真深。球场上被当众脱裤子羞辱这件事情，你这个不男不女，你这娘娘腔，就是要检查你有没有就是男生的器官。因为中性佮优秀的外形，互林武辉的人生经过真侪霸凌佮歧视的眼光。咱若台湾目前已经有性平教育法、甲家暴防治法等等的规范，不过类似林武辉遭遇到的霸凌案件，也是一直咧出现。立宪基金会成立多种性别暴力的防治中心，伫咧这一年的期间，处理45个案件，其中有31个多元性别的人是以男同性恋超过3成上侪。在求助的个案当中，受到校园霸凌甲家庭暴力的人大约各占2成，其中是以精神暴力的类型上侪。看校园霸凌的个案，成立是男性的占6成，若性倾向多元性别的人，防霸凌的比例是较悬。这个不只是学生，甚至是老师、师长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他们可能是消极的，不管是从公共场所或者是校园，应该都要推这个性别友善的一个这个厕所。家暴法未来的一个修法里面，可以把这个同性婚姻里面的这个姻亲也等同于我们的这个异性的一个婚姻，是同样去纳入。立宪呼吁政府爱提供多元性别优先庇护的资源，同一个时间嘛要赶紧推动修法甲相关的政策，才会当真正落实性别平权。若多元性别的人，若是拄到霸凌或者是需要求助的状况，会当甲立宪多期中心来探问，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振兴3倍券7月份要起股啊！若平湖为着要拼经济，决定招待生，要直接分500块的现金给平湖人。平湖花火节就要到啊，到时阵会有大批台湾人去平湖地区刺激观光消费，但是平湖县等袂调啊，由议长刘丹昭玲提出发500块消费券，得到县长赖芳伟的支持。经过讨论了后，决定直接发现金500块。那我们预计在7月10号之前，将这个500元的一个现金直接发送到我们每一位县民的一个手上。那我们希望县民拿到这个500元的一个就是现金之后，都可以踊跃的去消费。只要是109年6月初1，细节伫平湖的民众拢会当领到。一个月有106000人受惠。而且现金的运用比振兴券更加自由，对当地民众来讲是真期待看到这个政策成功推展。县政府发的那个500块现金，对不对？对。他这样对纾困有帮忙，是因为大家的购买力会很强，一般的老百姓的反应都很好。平湖县府这道会发现金，是为着要振兴地方经济，但是嘛有观光业者认为讲。平湖是国内主要的观光区，伫这边的疫情内底，颠倒是受益者，振兴经济需求并无悬。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去玩，是不是都会跑国内旅游？因为澎湖现在是满到爆的一个情况，甚至到7月已经都一房难求了。对民众来讲，会当直接摕现金，当然真欢喜，确实嘛会当刺激消费。
但是若亲像观光业者讲的，疫情对澎湖的冲击并无大，县政府恐惊爱好好思考开放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个外月之前有发生虾仔胃着病毒，目前咱台湾嘛去防卫着，到17为止，全台湾已经有16个饲虾仔场，互验出有这款病毒。农委会市政委讲，这病毒伫咱台湾已经拖一段时间啦。勇士地内已经无白虾，伫水表面犹原会当看到消毒药的石灰，这是为伫宜兰的饲虾仔场，白虾因为感染造就无风采病毒 DVI1 死亡。这个关注中国的新病毒，今麦确定入侵台湾，宜兰拢总有2个勇士场检出白虾草虾死亡率是2成到8成不定。那外观上就刚才讲的，就是颜色会比较偏红一点，那之后它就会比较就不进食，然后就慢慢就沉到池底去，然后就死亡。一个外月前，中国沿海11个省份爆发疫情，农委会随即启动监测。头一轮伫屏东发现一个后生场阳性了后，第2轮采样25场的后生场近一半检出阳性。农委会承认，后生的虾仔大部分都是国产，病毒到当拢无伫国内发现，要对查感染源就困难。这个病毒在鳌虾里面应该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它溢出来感染的白虾或者是感染的草虾，应该是最近的事情。对着。DVI1 的后虾并无大量死亡，也毋过这个病毒对白虾甲泰国虾有真悬的致死率。农委会认为是非常强的病毒。除了宜兰、新北市也同步死亡，拢总有3个白虾场甲1个草虾场感染。也毋过对查虾仔的来源，无管是国内还是进口，拢无受到感染。它可能不是因为虾苗被感染，而是在它环境里面，可能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所造成的。目前国内病毒的基因序列甲中国100%的同款，也毋过敢会当断定这是中国传入。农委会讲无直接证据。目前除了中国，台湾是国际上第2个承认有 DVI1 病毒的国家，也毋过有风声传出，当然国家早就有病毒，只是烦恼影响出口无愿意公布。台湾老实宣布有 DVI1，真有可能将会冲击到观赏虾出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德山的下坪吊桥，去年完成重建了后，镇公所专工邀请在地画家顾明晶来彩绘来画图，甲德山在地故事画起来。Hello。日前拍招呼，这位就是负责下坪吊桥彩绘的艺术家顾明晶，前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这边的创作。那在画的过程，因为刚好遇到梅雨季节，所以就是会趁它下午要下大雨之前，会先再来画，前后后就是来回还蛮多次的这样。美丽花蕊高水的暗光照，但是详细看，其实图画内面也有一个幸福的故事。他叙述了一个下坪吊桥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对的小朋友，他们常在这边相遇了之后的话，一直到老，他们就结成连理了。这是一个幸福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走一走哦。彩绘创作最后的收尾，也阁特别邀请小朋友来遮，甲艺术家做伙完成。小朋友看到缤纷的色彩，马龙讲真高水。我之前跟老师跟同学一起来，看老师还没画图画，感觉不好看，现在就好看，漂亮还很美。彩绘完成的下坪吊桥，冒一个新的名，就是希望来行吊桥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幸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高雄公山的自来水塔已经有83档的历史，毋那是咱台湾历史8景之一，嘛是当地地标。当地人士为着要活化这个建筑物，即嘛是规划更雕小，让这老建筑有新的面貌。光艳艳的灯火，这伫淡薄仔6匹的建筑物顶悬，看起来真抢眼咧，让在地人原本的基地拢吹回来啊。它是我们冈山地区地标性的建筑，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把它律定为历史建筑。它于民国26年建造，高度有30公尺。公山水塔起伫个日本时代，民国26年，迄一阵会当供应7000外人的饮用水，嘛因此带动地方的繁荣。水塔悬有30米，毋但是公山的地标。意外变做美军轰炸的时阵上好的参考点。美军要来炸公山，拢唔免雷达，唔免啥物，看
看到水塔往西，甲站得对啊。好，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水塔完整的保留。有83年历史的老水塔，佮好势啊好势，安全无问题。小力整修一个，就会互较侪人看到日本时代的泵浦啊，会互人想念到古早迄时阵的光景是遮迷人。记者陈以莹、明朝馆高雄报道。再来台东，14当前代替甲会当看到东部海岸的多辆车头停止使用。啊，毋过这搭有够水，真侪观光客拢会来遮行搭。即马台东县政府是希望代替会当恢复营运，啊，毋过代替表示，只爱或者坐火车的人较侪，才有法度恢复营运。南回铁路多辆车站，铁路加海景。看起来真水，吸引真侪观光客，也是台东县南平重要的观光景点。不过，多良站在4年前，因为坐车人少，铁站要来遮拢爱家己开车。这么团讲，县府要向代替政府多良站扩站，游客甲居民拢真期待。在这边上下车很方便，然后又多一个观光景点。对呀、有上下车在下面的摊位啊、摊贩啊，还是卖农产品的哦。对他们生意都有好处的。可能用区间车的方式，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游客直接载到火车站来，那就不会造成在南回的那些公路上面会有很多堵塞的情况。地铁局顶个月已经甲县府进行多良站火车的会勘。认为县府内当协助提升旅客运能，代替才有可能争取经费。伫131年南回电气化整体工程完工了，进行多良站的改善计划，而且会以委托县府管理经营模式发展。单靠一个车站，坦白讲，它的营运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县府跟太麻的公所给当地的居民做一些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些计划都可以结合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才有机会。地铁局强调，多良站复站抑搁伫咧甲县府讨论阶段，也未定案。不过当地部落居民开始担心，若复站了，游客变多，本数也变多，也变差。希望县府会当规划时阵来考虑，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6月份是毕业的季节，毕业要找头路，台昨昏是甲40间企业的代表对谈，要了解企业的想法。有业者就表示讲，这个时代是数位能力的时代，要找头路的人本身一定要有这款基本的材料。ワンさんは学生ですか？はい、現地大学の学生です。用白板甲虚拟人物进行日本话对话。原地大学应乐系、资传系甲资工系共同研发的教材，协助学生更较有效率来学语言。资传系毕业生王嘉如，因为参与教材谷歌语音辨识，弹出一寡求职批，有2间公司回复是录取。因为我有做过一些专题，就比如说这个 AR 的专题，或者是毕业制作也有做过，所以人家看到这些作品，就会想说，就是可以知道我有哪些能力。台达电人资长伫咧台大甲企业的座谈会内底嘛指出，数位能力是这个时代面试者一定要有的基本能力。透过 online 的方式去看到，来自于这些 candidate 所传递的资料，所以个人的这个简历的提供，包括自己的 video 的一个传递，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台大校长关仲斌讲，远距离甲线顶的服务甲沟通方式，本来就是企业因应全球化趋势方法。这波疫情会加速趋势发展，会当预估定息密码甲大数据的分析等等的技能，会是重要的就业力。后疫情时代，企业的工作模式甲人才发展策略嘛受到影响。台大请40间企业的代表，了解今年聘用新人的计划甲未来的需求，才会当对高学去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囡仔愈生愈少，真侪学校强要招募学生，本地就无虾米学生的偏乡的增卡学校，即马问题更较严重。市立县即马有11间国校啊，内底规间学校学生无到50个，所以当地政府当地想办法，看敢是要甲做伙上课，还是要来转型。圆长1，对，很好。老师带学生在做热身操，算算的学生的人数无到10个人。而且这阁是校内3年、4年、甲6年所有学生加起来数量。换一个教室是无到5个人。虽然偏乡的学校资源较少，不过校方指出，透过混龄教学，或者囡仔比别人更较有自信。
不会像大学校一样很吵，然后位置的话要排很窄。像我们现在小小的学校啊，空位很大，然后就比较安静，可以听大家说话，就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像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就很好了。我们透过所谓的混龄教育，还有一些实验课程，让孩子在学习上面得到自信。这个是希望对偏乡孩子在学习上面找到一个利基点。受到少子化冲击，新德县教育处统计，县内84间小学内底，学生总人数上侪是1900多人，上少的10几人。学生人数逐年在减少，目前已经初步甲学生所少的学校讨论合并上课、混龄教学的可能性。那未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召开相关资讯小组委员会来这个做研议办理这个后续学校的发展的状况。那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有优质的环境、有同侪互动的情况下来学习。能够促进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诱因，增加他们的学习效果啊，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目前草案因为牵涉到课程的编排、教课的方式，各有家长的想法。万一若是有学校因为安尼来关门，恐惊影响到偏乡囡仔的权益，这拢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沟通甲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偏乡囡仔的权益，这是疫情造成真侪国家拢停课，无就是改用线顶教学。啊，毋过伫一年有1/3的人无网络，甚至有的所在连电拢无。加在有一寡庄脚所在的老师对教育真有热情，搬山过岭去囡仔的厝内面对面上课。斯罗托老师伫山路顶徛着倒摆向前行，伊毋是伫咧游山玩水，是要去学生的厝内教课。Ujian kenaikan kelas。斯罗托原本伫咧爪哇中部即个山村的小学教书，不过学校自3月中因为疫情停课，改做线上或者是电视教学。不过一寡学生的厝内无网络也无电，为了袂互学习停落来，斯罗托就决定家己到学生的厝内上课。不过面对教学的提悬感染风险，伊甲学生拢有关系啊。Kami masih tetap menjaga itu dengan menjaga jarak dan menjaga kesehatan saya pribadi dan juga anak-anak, sehingga saya juga merasa tidak khawatir dari wabah penyakit corona ini。一年境内真侪岛，网络的建设真歹普及，全国2.7亿的人口内面，差不多1/3的人无网络通行。因为疫情改做线上教学，确实是挑战，真侪家长就讲这偏乡的困境。Yang jelas itu kalau di pedesaan seperti yang kami tempat itu jauh dari sinyal, itu yang pertama. Lalu HP saya cuman HP untuk SMS, kalau HP untuk yang online saya nggak punya。虽然老师到厝内上课会让弥补无法度线上教学的问题，不过安怎讲也是比不着伫咧学校内面所有的师生这阵活动的趣味。Saya kangen sekolahan lagi karena saya kangen teman-teman。入尾重启经济已经慢慢解封，学生也希望会让量早登去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若对于瑞典萨米人这个原住民来讲，比疫情更较食的问题是全球暖化。因为瑞典即马的寒天无啥寒，靠这饲鹿仔，因为鹿仔全找无食的，靠饲鹿仔的这个原住民，即马饲鹿仔的成本拢野悬。瑞典普罗蒂海沿岸的森林内面，即寡驯鹿正伫咧适应冬天会当食的地衣甲青蹄，不过气候变迁开始威胁因既有的生活方式。温度变悬，互地表一直伫咧结冰退冰，互细下骹变做正定的冰层，鹿仔就无法度向下骹挖地衣来食。马格丽特即马就要找新的放牧地点，则互即寡鹿仔袂摇巴倒。不过，毋若是开钱开时间，也会开因的紧急的食物。Because the things t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and he learned from his mother and father isn't the same now. Just in 10 years, it has been so different. 因即马决定要用科技，利用无人机追踪驯鹿。瑞典北部一寡所在，一个温度甚至比普通时悬出摄氏10度，而且细量也变少，细无够就无多坐细车出世。不过拄好，互因自空中观察一寡鹿仔。Normal winter with 1 meter of loose snow,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这千多年来，萨米人伫咧挪威北部、瑞典、芬兰加俄罗斯放牧驯鹿，因的人数差不多有8万到10万。一般认为，瑞典有2000位萨米人，靠放牧当地25万只驯鹿生活。任何环境的冲击对因来讲感受拢特别深。Because reindeer meat is an important product. We can find it in the shops, in the restaurants. So a lot of people are related indirectly to reindeer herding. 驯鹿为一代过一代萨米族牧民提供马甲皮毛新生活的来源，更加是重要的文化资产。这么一寡牧民担心，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一个人留给后一代，也是随着难度加成本提高，慢慢的消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是26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下，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称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贫惰。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住，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还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
西北雨，路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梦境夏至，山影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